市面上咧林林種種嘅 display unit 啦，最平嘅我哋有 IKEA 嘅 Akin 啦，你可以按自己嘅需要喺個砌一個層架出嚟啦。嗰啲盒仔可以放嘢啦，嗰啲盒仔上面可以放嘢啦，係一個比較平嘅層架系統。Montana 我會話佢係精品櫃啦，因為佢本身已經係一個設計啦。Montana 系統咧最主要咧佢係用12毫米嘅板材去製造嘅，而佢嘅櫃體咧係丹麥生產，成嚿組裝好，成嚿 ship 過嚟嘅 Money Shot， 硬淨好多嘅，會堅固好多嘅，因為你通常自己砌嘅家私咧都會 wobble 會散會歪嘅。另一個 Money Shot 咧就係佢嘅層架係活動嘅，隱藏層架活動，佢喺12毫米嘅板材裏邊咧攞咗一條坑出嚟去隱藏嗰條 wire， 裝咗之後咧你完全睇唔到個層架托。你要知道咧裝層板最簡單嘅方法就係4粒的，然之後放塊層板上去啦，呢個係最 basic 嘅做法啦。香港本地做嘅家私或者亞洲區做嘅家私好難做到呢個效果嘅，因為你喺咁薄嘅板材攞一條坑而佢唔爆咧，佢 requirement 爭好遠啦，呢啲係專業嘅家具生產商先做得到嘅。仲未完喎，佢後邊嘅掛牆系統咧係 rail system 嚟嘅，一個實木嘅 rail 釘上牆，然之後先扣個架上去。好處咧就係你可以微調個櫃啦，啱晒嗰啲咧唔係好識轉窿嘅人啦，你可以褪左褪右，或者你裝窿嘅時候裝上裝下裝少咗，你都可以微調嘅。同埋拆翻落嚟咧唔會傷到個櫃體，因為如果你釘上牆直接釘落個櫃體，你拆落嚟一個櫃咧係會爛嘅。而 rail system 咧就係你拆落嚟個櫃，拆落嚟嘅時候你拆埋嗰條 rail， 你第時搬屋只係裝翻個 rail 上個牆度，或者你將來唔想掛牆，你放喺地下配個腳架就可以當床頭機，好靈活咁處理咗佢。basic 一個盒仔咧大概2000零蚊左右啦，都係嗰句啦，丹麥生產，好靈活，你可以隨住你生活嘅習慣改變呢個櫃嘅用途。